哦，这里是桃园龙潭的石门水库附近，那也是我的家乡。我自己本身在这边出生，还有长大，很喜欢这里的环境。有时候工作比较忙或者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会出来散散步、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因为我们自己成立非营利组织嘛，所以常常会面临当地的一些状况要做调整，也要规划一些台湾的物资啊、志工送到当地的事情。有时候时间都蛮紧迫的，又还要向社会大众募款，有时候就会觉得压力比较大。这边就是我们开的公益早午餐店，带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那时候做跟缅甸有关的工作，然后也一直都有向社会大众介绍我们的公益行动，我就觉得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说故事，让大家可以不一样的方式来认识我们。所以1楼的空间，我们就开了这间公益的早午餐。餐点里面有做缅甸的咖啡，还有缅甸的奶茶，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些好吃的东西来认识缅甸这个国家，也可以间接认识我们单位。我们这边主要就是店面的餐点，除了是用缅甸的餐点之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每个月的盈余都可以支持协会的运作，因为协会在台湾其实也要办很多的活动，向社会大众介绍，所以我们希望这部分可以让我们不要有那么大的募款压力。那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2楼的办公室。平常我们的同仁就会在这边开会办公，一起讨论今年志工要去做什么样的服务或者募集物资。OK， 那男女生的比例，学校目前有说这个重复在报名的人可以让他去还是不行？这边是我们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在台湾的办公室。平常在这边的话，同仁就是会去规划我们例行性在做的计划，比如说像是今年什么时候志工要出去培训的状况，还有要送出去海外的物资调度的怎么样，又或者是我们可能在讨论当地资助儿童的个案，需要把一些资讯带回来给台湾的资助人，让大家可以更了解缅甸还有泰国北部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最近的话，因为刚好遇到缅甸的大地震，所以我们有在做一些赈灾的行动，包含一些难民紧急的生活安置空间，还有一些物资的提供，那还有做一些灾民的一些餐食提供。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针对失亲的儿童做一些后续的安置照顾。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在接收台湾各处想要跟我们合作公益团体的一些联系，然后也跟一些企业争取长期合作的可能。我们自己是希望在缅甸当地，其实有很多想要学习的人，但他是缺乏机会跟资源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就是想要学习的人都有一个公平学习的机会。我觉得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一直都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选择坚持，而是因为我们一路上坚持，才能够逐渐成就他们的希望。